香港而家可以繼續做嘅就係我諗唯有就係叫化整為零啦，即係我諗每個人喺自己嘅有限嘅空間裏邊，大家都去記住大家認為係唔想忘記嘅事，係喺自己嘅空間裏邊去尋找點樣去繼續為中國以至香港嘅進步係作出努力。我記得喺2019年6·430週年嘅時候咧，當時支聯會嘅當年嘅一個主題口號係人民不會忘記。咁呢個亦都係總結咗喺支聯會工作30年嘅大概嘅一個嘅叫做走向啦，同埋一個嘅工作嘅成果。香港以至整個世界都冇忘記到89年發生嘅事，冇忘記到6·4。呢個我相信係支聯會以至到香港市民喺過去嘅30幾年嘅一直堅持努力嘅一個成果嚟。喺香港冇咗支聯會，我當然覺得係可惜嘅。不過我哋都睇到真係有後來者。大家好，歡迎收睇《好事講事典》呢一段嘅訪問咧，係一個6·436週年嘅專訪。我嘅嘉賓係前支聯會嘅副主席蔡耀昌先生。阿哥哥你好。係你好。好似應該叫你阿昌哥係嘛？我記得我平時叫你阿昌哥嘅。冇所謂，叫名得㗎啦。咁係啦，今年係6·436週年啦即係講起呢個數字咧，都幾感慨嘅。咁你係支聯會嘅前副主席啦，曾經亦都係常委咁支聯會嘅綱領有5大綱領㗎嘛，即係最好差唔多平反6·4釋放民運人士啦，最後就係建設民主中國，結束一黨專政。咁而家都見到啦，香港而家個環境有國安法，有基本法23條，就冇話而家實現兌現支聯會嘅即係之前嘅5大綱領而家到年都冇所以而家呢一刻嘅心情感受會係點樣嚟？我相信支聯會無論我哋是否同意，已經成為一個歷史即係當然好可惜啦佢喺香港係已經合法活動咗超過30年，咁但係喺2021年係最後都係被逼係要解散，最後甚至係政府運用法律咧係將支聯會咧係正式取締。我諗而家係冇人可以代表支聯會，包括我自己啦，唔能夠代表支聯會再講一啲咩嘢。但係我諗關於6·4呢一個議題，肯定仍然都係好多香港人，以至好多喺海外嘅，無論係中國嘅同胞，以至到係我諗全世界其他嘅國家嘅人民咧，都係好關心嘅議題。因為我諗1989年發生嘅民主運動，以至到後期嘅6·4事件，都係中國我諗當代歷史裏邊絕對係一個重大嘅事件，係不能夠係咁樣就輕輕帶過。我諗大家都仍然係期望呢一段歷史係會獲得一個嘅更加好嘅一個交代，同埋係以史為鑑去推進中國嘅進步。我相信喺呢度，就算而家冇咗支聯會，我哋都睇到喺唔同嘅地方咧，其實仍然都會係記住當年發生嘅事，都希望咧係繼續透過悼念咧，去令到呢一個嘅事件唔會被人遺忘，進而咧係期望咧透過呢一個嘅悼念，去令到中國係走向即係真係一個進步，而唔係忘記歷史去咁樣去前進啦。咁所以我諗喺香港冇咗支聯會，我當然覺得係可惜嘅。不過我哋都睇到真係有後來者。支聯會嘅5大綱領就係啱啱提過啦。咁而家你都睇到支聯會已經走入咗一個歷史即係差唔多都被取締啦。咁到咗而家，但係支聯會每一年都係香港舉辦6·4嘅燭光晚會，同埋基本上所有嘅6·4嘅悼念活動，甚至乎係全世界嚟講咧，6·4嘅維園燭光係最大型嘅、最大規模嘅，所以到而家為止係咪支聯會？你覺得佢已經完成咗佢嘅歷史嘅責任同埋任務咧？當然未完成啦，我哋都知道，即係呢個歷史我哋或者我哋推進嘅嘢係未完成嘅不過支聯會作為一個組織，我相信我哋係必須承認，已經喺香港係
唔能夠存在，亦都已經係即係被取締啦。咁所以支聯會就真係冇辦法再去推進有關悼念六四嘅工作。亦都香港，我相信喺過去幾年整個嘅無論係政治啊、法制啊嗰個制度都有好多嘅改變，大家都非常清楚。所以事實上而家無論係以支聯會或者用其他嘅組織名義，相信我估喺可見嘅將來喺香港係冇辦法再出現好似喺之前嗰30年嘅一個個空間。我哋係必須承認呢個狀況。我相信喺香港而家可以繼續做嘅就係我諗唯有就係叫化整為零啦，即係我諗每個人喺自己嘅有限嘅空間裏邊，大家都去記住大家認為係唔想忘記嘅事係喺自己嘅空間裏邊去尋找點樣去繼續為中國以至香港嘅進步係作出努力。咁而家都見到有30幾40個城市今年要70幾就嚟80場嘅一個六四嘅悼念活動，咁可能多數基本上都係香港人去組織嘅。咁呢個可唔可以講同支聯會過往喺香港咁多年堅持悼念活動呢個都係可以講都係功不可沒咧？雖然而家喺香港唔可以悼念，但係而家悼念活動確係全世界各地遍地開花。我記得喺2019年六四30週年嗰陣時候咧，當時支聯會嘅當年嘅一個主題口號係人民不會忘記。咁呢個亦都係總結咗喺支聯會工作30年嘅大概嘅一個嘅叫做走向啦，同埋一個嘅工作嘅成果。即係話我諗當時支聯會個總結就係即係確實經過咗30年推進平反六四都係唔容易。不過至少因為過去嘅一段時間，支聯會喺香港嘅存在咧，係令到雖然已經經過30年，經過咗超過一代人嘅時間，香港以至整個世界都冇忘記到89年發生嘅事，冇忘記到六四。呢個我相信係支聯會以至到香港市民喺過去嘅30幾年嘅一直堅持努力嘅一個成果嚟嘅。而呢個成果喺香港而家唔能夠再透過支聯會呢一個嘅組織平台唔能夠再透過維園嘅每年嘅六四燭光悼念集會係去延續。咁但係我相信大家都睇到因為有30年嘅支聯會嘅同埋香港市民嘅努力，係令到六四議題經過咗30幾年世界並冇忘記。而無論係香港人，以至到我諗其他嘅關心民主公義嘅世界各地嘅人民咧，都係用唔同嘅平台方式去繼續係咁樣嘅一個嘅信念嘅傳播。可以咁講，呢個係香港人嘅工作努力嘅唔能夠磨滅嘅，我相信係對呢個事件所作出嘅一個嘅貢獻嚟嘅。即係而家你覺得悼念六四同你哋之前悼念嘅意義有啲咩分別咧？感覺到咧，其實而家當然啦，就每個地方咧，就當然喺好多時候一啲嘅呢類咁樣嘅活動或者一啲嘅運動咧，都會有個嘅類似嘅情況，就係話其實一個群眾嘅運動咧，你好難話必然係好清楚係聚焦嘅，大家出嚟可能其實都會有可能唔同，包括就係對某一啲時事嘅一啲嘅關注，對當前政局嘅關注都會有嘅。咁但係我會睇到其實而家其實如果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而家講六四咧，其實係更加聚焦得到咧，就係係要求平反，即係當年嘅白金文運，對於當年嘅六四嘅事件係應該有個徹查交代。呢個咧就係我亦都睇到其實係咁多年嚟喺內地嘅天安門母親群體佢哋嘅30幾年啦，我見到今年亦都仲佢哋就繼續企出嚟咧，係努力不懈嘅，係去提出呢一個嘅訴求。咁我覺得喺而家世界各地裏邊
對六四進行嘅一個嘅悼念活動咧，其實都仍然都係好緊扣呢一個嘅核心嘅一個嘅信息同埋議題。36年中共都冇任何嘅表態，甚至乎亦都冇承認過呢個屠殺嘅事件，甚至掩蓋真相。所以而家仲話要中共平反六四啊，或者係追究呢啲責任咧，係咪已經感覺係冇可能？或者另外有一種講法，覺得而家中共要被六四平反，佢係唔值得、唔需要，佢冇資格去六四平反咧。我相信冇人，包括係中國政府，都冇忘記到89年發生嘅事，冇忘記到六四啊。即係佢哋好明顯睇到過去30幾年就係話，佢哋似乎就係用嗰個不爭論，就即係希望係將呢一個問題咧係凍結咗喺1989年六四之後中國政府嘅一個嘅佢哋嗰個結論裏邊。咁但係無論點樣樣啦，我哋睇到其實1989年發生嘅事以六四事件唔能夠好好咁處理到呢一個嘅真相咧，其實係繼續即係經過30幾年，其實繼續係我諗係好多人冇忘記，甚至新一代都係知道呢個。如果呢個問題唔好處理，其實對整個中國嘅進步都唔係一個好事嚟嘅。咁到底呢個情況幾時係可以得到各方面，包括係中國嘅政府以至未來嘅中國嘅當權者以至整體中國人民都共同去正視去處理咧？呢個冇辦法知道亦都我哋亦都必須承認，都經過咗30幾年甚至喺香港即係支聯會都唔存在，我哋都唔能夠真係好樂觀。咁但係我諗亦都冇理由係因為咁就悲觀而即係對自己嘅信念係否定嘅。我仍然都相信公義真理，只不過有時候佢會遲嚟，但係我相信佢唔會永遠係缺席嘅。咁我哋而家我相信可以做嘅就未必係單一嘅平台未必有單一嘅口號，但係我諗每個人喺唔同嘅空間，喺佢嘅能力所容許嘅情況之下我諗至少我哋記住呢件事應該都仍然係可以嘅。而我諗大家記住呢件事亦都其實長遠嚟講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力量。針對性嘅話題，例如係中共，你覺得中共有冇可能即係俾六四平反？如果佢願意，而家嚟到仍然接受嗎？我第一當然冇水晶球啦，第二就其實我都唔係再係喺呢一類嘅運動嘅第一線，我哋好難去做一個嘅判斷假設，甚至我都唔知道，譬如話應該點樣推進先可以即係真係做到嘢咧咁樣啊。咁但係我諗觀乎整個世界發展嘅歷史，甚至包括係中共共產黨發展嘅歷史，其實佢哋都有若干次係就佢哋過往嘅工作嘅檢討，係嘛？當然其實最比較人所共知嘅就係佢哋喺文革結束之後，喺80年代初，喺上世紀80年代初係都就黨內嘅若干問題，咁其實主要係文革啦嗰陣時候咧，係做出一啲嘅檢討咁樣嚇。嗱，呢一樣嘢到底會唔會喺未來係都會喺1989年發生嘅事件、六四事件係會做一個咁樣嘅檢討，或者用乜嘢方式咧？咁歷史可能唔係會簡單嘅重複嘅，往往可能你係而家冇辦法知道嘅方法係去做咗呢個對歷史嘅一個嘅評價，冇辦法知道。但係我諗我哋相信歷史終歸係會走向進步嘅。如果一個地方、一個國家唔能夠正視歷史，係冇辦法真係話可以真係走向一個嘅文明進步嘅一個嘅地方。呢度我諗包括中國政府好多年都經常尤其是涉及到一啲國際議題，都經常強調以史為鑑。我諗呢點好多中國人心裏邊都係好清楚嘅。所以不過而家大家嘅感覺上都有啲搖擺，
可靠嘅，係咪？即係冇乜可能喎。至少呢個時候係咪昌哥？我哋必須承認嘅呢個就你話，如果可見嘅將來會唔會有啲乜嘢大嘅變化，確實睇唔到嘅。亦都我哋到而家其實整個包括如果近期嘅或者近年發生嘅一啲國際嘅變化，包括近期嘅一啲國際嘅整個嘅唔同嘅板塊嘅情況嘅變化，而當前你問可能好多人而家最關心嘅情況，可能係包括係中美之間嘅博弈而衍生出嚟嘅，包括係對於中國嘅經濟民生社會嘅影響啊。嗱呢個我哋必須承認，可能係呢個嘅問題係比一啲政治性嘅議題，包括係民主發展，係會更加嚟得係切身，大家係會關注。即係呢個嘅，所以好多時候個變化係我哋真係睇唔到，會係有一啲好短時間會見到喺呢一方面，包括喺六四嘅問題嘅一啲嘅進展，無論係用乜嘢方式係去重新檢視呢個問題度。我哋必須承認，可能短時間，可能喺佢將來唔容易，甚至似乎冇呢個空間。咁但係我諗唔容易，冇呢個空間，唔等於我哋就一定要擺低嘅嚇。當然我哋每個人可能都會而家每日都會有需要面對其他嘅我哋嘅生活，或者係喺我哋嘅即係經濟社會面對嘅一啲問題都要面對嘅嚇。咁但係我諗唔等於話因為咁我哋就冇任何空間或者冇任何嘅可以喺悼念六四呢一個嘅議題上面可以繼續去發聲嘅嚇。我相信係可以同時間進行，亦都唯有係透過唔同嘅方式去將六四嘅議題係繼續延續落去。呢個先至我相信先至係長遠嚟講對中國嘅進步係起到正面嘅作用。我記得已經香港人嘅説話係不敢回憶，未敢忘記，係咪？好似不想回憶，未敢忘記。我記得呢個應該係喺六四嘅1週年咁上嘅時間係有人提嘅一個口號啊。即係嗱，其實我哋成日講六四其實就係6/4即係話6月3號晚6/4清晨，主要喺北京天安門廣場以至周邊尤其是長安大街出現嘅一啲嘅軍隊嘅鎮壓嘅事件啊。咁其實當然呢個悲劇嚟6/4嚇。咁所以我諗就算喺我哋回顧翻去到6/41週年嚟，去1990年嘅時候，即係當時就已經提就係其實對呢個問題，其實香港人當時都係不想回憶啊。呢個唔係一個好嘅事件，好嘅消息啊。其實最好就唔發生。咁但係畢竟發生咗，可以做嘅係乜咧？其實當時都從個口號都可以睇得到，就係你唔好講而家，就算喺30幾年前翻返去1989、1990年，香港人可以做嘅係乜嘢咧？即係呢個悲劇發生咗啦。我哋可以做嘅其實就係至少令到自己唔好忘記。其實我哋翻返到而家30幾年之後，似乎都係咁樣。而隨著歷史嘅轉變或者一個推進，可能喺1990年嗰陣時候，你發覺呢個真係純粹一個口號。但係去到而家，我哋攞翻呢啲口號出嚟，不想回憶，未敢忘記，原來係呢個力量都已經係好大，好有意義。其實呢個就唔係話你交唔交棒嘅問題，因為事實上就我諗支聯會都唔係想喺呢個時間就自己即係結束嚇。咁你可以話都係一個政治嘅環境使然，令到支聯會唔能夠繼續喺香港嘅工作。咁亦都唔係支聯會去叫做提出或者係去推動
而家喺世界各地嘅六四嘅悼念活動，支聯會都冇呢個能力係咁樣嚇。我諗最重要就係確實係大家對中國嘅關心，對於呢一個嘅六四呢個議題嘅關注同埋唔忘記呢個唔係支聯會能夠推動，或者邊個人能夠推動，其實係呢一個嘅事件，呢一個嘅歷史同埋對中國嘅關注係促使，就算冇咗支聯會呢個議題都唔會被遺忘。咁我諗呢個係喺而家嚟講就已經你叫遍地開花又好，係叫做各自係去繼續推動啊。咁所以呢一方面已經唔係一個組織或者一個嘅叫做號令咁樣嘅狀況啊。就呢個我諗喺未來嘅時間，我相信都係見到呢一個議題，無論有冇邊啲組織嘅存在，有冇邊啲人嘅推進，相信已經係一個好長期性，你唔能夠磨滅，唔能夠去遺忘嘅一個好重要嘅喺當代中國嘅事件議題。咁所以呢個我相信都會持續係亦都有一個嘅力量喺度咧，係促使各方面係去呢條反思點樣去認真面對總結呢個嘅問題，甚至點樣去透過呢個總結去推進中國嘅進步咧。唔能夠即係或者係你想唔好將呢個嘢呢個問題係繼續喺度其實都唔容易㗎啦，因為唔係再係你即係一個組織一班人，如果咁就你可能就將佢取締咁啊就希望就唔存在啦。咁但係而家就咁樣樣遍地開花，你就想取締都唔能夠㗎。點樣睇中共將呢個六四嘅血腥鎮壓咧，形容為咩8春夏之交嘅政治風波咧？嗱，其實你睇翻過去30幾年即係中國共產黨對於六四其實都有唔同嘅時間，有少少唔同嘅講法啦。咁但係咧就我諗總體嚟講佢就係唔想或者要迴避呢一個嘅議題啊，咁或者叫淡化啦咁樣嚇。咁所以但係我諗包括中國政府都知道呢一個嘅第一，呢個係確實一個歷史係存在過嘅。亦都喺當代中國裏邊你其實包括共產黨，我見到佢哋譬如喺幾年前共產黨100週年嗰陣時候，佢哋都有啲嘅即係出咗啲類似黨史嘅一啲嘅資料啦、啲書籍啦咁樣，都唔能夠唔提呢一個嘅1989年發生事件。但係即係佢哋係簡單地講就係淡化，同埋係即係將個原本官方已經基本嘅結論就簡單就寫出嚟。咁希望就咁樣就係去叫做交代有件事啦。咁但係就好明顯就經過咗30幾年都唔得嘅啊。咁即係所以我諗無論而家即係我諗共產黨喺而家呢個時間都基本係重複個過往嘅長時間嘅提法啦咁啊。咁但係又同我諗好多中國人包括而家海外唔同地方嘅進行嘅悼念活動嘅參與者嘅想法係有好大嘅分別。咁我諗呢一個嘅對歷史嘅詮釋角力係應該會喺未來可能相當長嘅時間都係會繼續。即係你曾經似乎都講過一句，你會終其一生追求中國嘅民主係嘛？昌哥，好似89年嘅時候你講過喎。係。所以呢個亦都導致咗你一直參與支聯會嘅工作，直到最後一刻，係咪啊？冇錯。我諗1989年嘅民運，以至到六四出現嘅情況，我諗當時對於一個我諗當時仲係好年輕嘅我，當時仲係一個香港嘅大學生，係有好大嘅一個感受啦。當時嚟講，我諗好多香港人都會有。咁所以我諗無論係你用參與好深，以至到可能係只係好少嘅參與，可能每年去一去維園嘅集會，或者係甚至有時候都未必，因為工作其他嘅原因未必去得到。
心裏邊記住，其實每個好多唔同香港人或者我認識嘅同代嘅好多人都有唔同嘅方式嚇。咁我諗我到而家我都仍然係好慶幸我自己可以喺過往有30年到嘅時間係可以喺關於去悼念6·4嘅工作上面可以走得好前。不過我諗我哋真係要必須承認，而家喺香港，包括我自己係再冇辦法有呢個空間。咁但係呢個信念，譬如對中國嘅民主進步嘅信念，我諗當然第一我覺得呢樣嘢係仍然存在嘅，只不過到底我哋而家可以用乜嘢嘅方法去推進咧嚇？咁當然確實就係經過30幾年嘅時間，慢慢可能個人由年輕已經去到中年啦。我都必須承認，我哋對於中國點樣嘅走向，而家個問題係必然係比以前所想像係複雜嘅，係或者係困難嘅，而家可能甚至我哋可以用乜嘢嘅方式喺邊度去可以推進到中國嘅進步咧？咁可能都要不時去思考。但係我相信就算冇咗過往嘅組織，冇咗有關嘅民間力量，但係人心其實喺度嘅。咁大家其實都係再應該去睇自己嘅空間，可以有邊啲可以做咧咁樣嚇。我覺得最緊要嘅信念係冇改變，而呢個信念我亦都相信好多香港人喺呢啲信念上面係冇改變嘅。即係至少譬如喺6·4嘅問題上面，唔能夠有大型嘅公開嘅活動，係每個人心裏邊自己記住呢件事。香港人咧都好難去舉辦一啲悼念嘅活動啦。其實你覺得咁樣會唔會都時間長咗，會唔會令到香港人淡忘呢一段歷史咧？當然社會嘅發展係要靠好多嘢。我搞咗咁多年社會運動，其實唔單單係支聯會或者係6·4嘅事啦，喺香港爭取民主啊，同埋其他可能嘅就公義嘅嘢。我哋都知道其中一種可能好重要嘅嘢就係透過一個嘅集體行動所以我哋好相信一個嘅集會嘅權利遊行示威嘅權利對於去凝聚唔同嘅人去推展某一啲嘅信念都係好重要。呢個亦都係我諗包括喺聯合國嘅世界人權宣言、唔同嘅國際人權公約，甚至包括香港嘅基本法，都係有確認有關嘅權利嘅嚇。咁包括特區政府啊、中國政府都唔能夠否定即係其實集體行動，包括遊行示威集會呢啲嘅都係好重要嘅方式去體現啲有關嘅人民對一啲共同價值嘅追求咁當然喺香港我諗確實由於過去幾年包括國安法其他嘅法律嘅改變等等，而家喺過去可能一段長時間香港有嘅曾經一段時間叫做示威之都咁樣呢個嘅講法，而家就都好難去咁樣去繼續呈現但係呢啲嘅對呢啲問題嘅睇法呢啲價值即係唔能夠透過呢啲集體嘅公開嘅合法嘅行動去體現確實有啲不足。咁但係就唔係因為咁就必然能夠延續呢啲嘅價值信念嘅尤其是而家可能嗰個嘅資訊嘅傳播係比過往係更加快捷同埋係多元我相信即係呢啲嘅議題，包括6·4議題嘅香港冇咗過往嘅一啲嘅方式但係都我相信仍然都好多香港人都仲係記得嘅。所以而家呢個環境之下，點樣睇香港同埋中國嘅民主路咧？我諗隨住歷史嘅發展或者我哋嘅經驗嘅累積，我哋都必須承認即係好似我諗我30幾40年前都已經聽過當時華叔司徒華，即係佢講成日喺度講就話中國民主嘅發展嘅道路係崎嶇曲折漫長。
咁喺我年輕嗰陣時候，可能會覺得即係就算崎嶇曲折漫長點點，我哋可能都好快可以達到我哋目標嘅咁嚇。咁但係你慢慢隨住個即係經驗嘅累積，就越嚟越感覺到呢個嘅講法係好有內涵、好深刻。確實係真係幾崎嶇、幾曲折嘅，而事實上真係漫長嘅。咁崎嶇曲折漫長到點咧？就係、我哋越嚟越真係唔知道，其實個路徑係點樣，個時間表係點樣，個路線圖係點樣，越嚟越難講到嘅。即係年輕嘅時候，可能你會覺得呢啲嘢比較簡單，但係我諗無論因為政治原因或者係社會發展、經濟發展嘅原因，都確實唔係咁容易。而家其實包括好似而家其實喺好多過去好多年嘅一啲國際嘅一啲核心價值，都好似而家係有好大嘅轉變。你可以見到其實有時候進步就唔係一個咁必然嘅，又或者點樣去定義進步咧，都唔容易。咁所以喺呢點上面，你可以話哇，咁樣係咪就令到你好悲觀咧？由某個角度我就覺得唔係嘅，而係話我哋要慢慢知道，其實有時候個社會發展政治發展唔係真係咁簡單嘅，唔係真係咁直線嘅。咁喺呢點上面，如果知道呢度，你可以話因為咁咁為啦，咁做乜咧？咁都唔知點㗎嘛。但係另一個角度就係、你可能更加會知道，有時候有啲嘢係曲折，甚至係有啲轉折，可能其實係常態嚟嘅。如果你都開始了解到呢種係常態，係甚至可能係比一步到位咁樣，係更加係合乎發展規律嘅，呢啲就係咁嘅樣，就係咁曲曲折折㗎啦，就係咁波折㗎啦。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其實大家應該係更加有耐心。有啲時候你做唔到一樣嘢，就換一個方式咯。甚至你而家呢個時候，好多嘢都做唔到喎，咁咪唞一唞。但係心裏邊嘅信念不變。我相信呢一樣嘢先至係最緊要嘅。我記得可能喺1989年6.4之後冇幾耐，大家可能當時都會諗，喂，最遲可能幾年就會平反㗎啦，即係或者唔係10年都會啩咁樣啊。曾經有諗，會唔會係當年6.4有參與嘅中國嘅決策嘅人都已經唔喺政治舞台啦？咁新一代應該冇呢個包袱，咁應該都係會平反㗎啦。咁但係我哋走過30幾年咧，就發覺嗰啲之前嘅呢一類嘅預測或者分析咧，其實都係有相當嘅誤差。所以都係翻返去我頭先講嘅，就係你開始大家真係去睇翻歷史，就我哋都開始會要知道，真係其實唔知道冇辦法已經揾到一個嘅好好嘅一個嘅路徑或者其實而家真係知路徑就係真係呢啲嘅道路係崎嶇曲折漫長。有呢個心理準備令到我哋可能有時候會更加踏實嘅，就係我哋係一定要下一定要做咗大事先叫做緊嘢㗎嘛。我哋做啲好微小嘅事，甚至做唔到任何事，心裏邊其實有呢個咁嘅信念，我都覺得喺歷史嘅長河裏邊，我哋都係做緊嘢嘅。正如香港人喺過去30幾年嘅不懈嘅，令到6.4嘅事件冇被遺忘。其實我哋已經係對歷史做咗我哋能夠做嘅嘢。你啱啱提到崎嶇曲折漫長，其實你參與支聯會呢個30幾年都係有咁漫長嘅時間。我有時候都要少少想你幫我哋分享少少，你喺呢個漫長歲月入邊嘅珍貴嘅點滴啊！但其實我唔知覺得邊一啲你係覺得最想分享嘅。其實或者我想知道你同華叔同何俊仁先生、呂松仁先生嘅即係工作生活點滴有啲咩嘢值得即係分享俾我哋嘅。要想知道你喺支聯會入邊，
你哋咁艱難嘅過程中走過咗咁多年，堅持落嚟嘅呢段路，又係覺得好值得珍貴嘅。如果俾你自己揀，你想分享啲咩嘢俾我咧？其實我諗我哋每一個，我都會尤其是我自己啦，我覺得我哋係一個平凡人嘅啫。我哋只不過有時候係機緣巧合，又或者係一個大家嘅經驗發展嘅歷程啦，令到可能我哋喺某一啲時間喺某啲位置。咁但係換咗其他人，其實佢哋喺呢個位置會做到嘅，比我做得更加好啲。我相信最緊要，其實我覺得喺我過去由好年輕去到而家呢30幾年嘅時間，確實係認識咗好多大家一齊工作嘅戰友。我覺得唯一嘅共同點就係大家都好相信公義，亦都係對我哋身處嘅社會，無論係香港嘅社會，甚至整個中國，有時其實我哋都關心埋好多國際嘅議題嘅。同樣嘅信念嚟嘅，就係我哋關心人民。其實就係咁樣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其實香港喺好長嘅時間，我哋同呢一班人我哋又唔係單一議題嘅。我哋當然譬如好多年喺支聯會一齊嘅工作，但係我哋都唔係淨係做支聯會嘅嘢。其實同一時間，譬如我哋關心香港嘅民主發展，我哋包括關注香港嘅好多民生嘅議題，都係有共同嘅性質，就係我哋關心呢度嘅人民，關心大家嘅福祉，我哋相信公義。咁我諗其實香港好重要，我覺得喺我身處嘅呢個過去嗰30幾40年嘅年代，其實香港有好長時間咧係好蓬勃嘅民間社會嘅發展，有呢個空間。我就好慶幸喺呢一個時代能夠喺呢度去做到一啲事，亦都喺呢個嘅時代能夠認識到一班嘅同樣係信念咁清晰，係或者係好一致嘅戰友，亦都我哋係睇到好多香港人喺呢啲嘅包括政治、民生、經濟發展嘅議題，其實都同我哋嘅信念係好接近。大家其實都係為咗香港嘅進步咧一齊努力過。呢啲經驗我諗係非常之寶貴。我諗亦都其實會睇到香港就算我哋譬如香港嘅民主，我哋同6·4嘅問題一樣啦，未顯全功啦，呢個就必須承認。咁但係我哋又唔能夠話完全抹殺。喂，咁你過去嗰幾廿年係咪一事無成咧？唔係一事無成嘅。如果一事無成，就唔會有過去嘅一啲進步。所以我會覺得所有嘢都係我哋工作嘅一部分，所有嘢都係歷史嘅一部分。我哋當中當然係有一啲嘅工作嘅不時需要檢視嘅問題。咁但係我諗個核心信念，我相信係仍然喺度，同埋我哋追求進步、追求公義呢一個嘅諗法咧，係應該繼續嘅。其實最後有冇啲咩嘢想寄語俾香港人，或者話俾我年輕嘅香港人咧？冇㗎啦，我諗第一我都唔係有咩身份啦，而家或者係有乜嘢位置係可以做呢個寄語。我相信每個年代嘅年輕人其實都有佢嘅開創歷史嘅一個嘅位置同埋條件。亦都可以咁講，我哋過去嘅一啲工作嘅方式，一啲嘅諗法或者啲策略，而家用喺而家或者喺未來嘅年輕人身上係有用，或者甚至可以用。而家係冇用，因為我哋嗰套嘢而家都喺香港都運作唔到啦，基本上嚇。咁所以我相信新一代要有佢自己嘅摸索嘅方式。但係我諗比較緊要嘅就係，無論你用乜嘢方式去推進社會嘅進步，你係咪
對社會有一個關懷，對人民有一個關懷，對一啲好重要嘅核心價值，包括公義，有呢一個嘅堅持，呢個係好重要嘅。好啦，多謝你話昌哥，多謝你。拜拜。拜。